你喺中國一個普通嘅下晝行出街，然後你就見到呢一幕，一班家長遊行展示佢哋失蹤嘅小朋友。兒童被拐綁架呢個問題，我細個已經好清楚。其實如果你問中國每一個細路，佢哋大概都俾父母講過幾千次，講到耳仔都起繭，要小心陌生人，唔好俾人拍你個頭，否則你就會跟佢哋拒走，俾人拐走，以後都見唔翻父母。其實呢，睇下細路嘅説話，佢中國真係 work， 因為呢度真係會發生。而家據講，兒童被拐呢個問題呢幾年係有改善嘅。所以去到2026年呢，某程度上你可以話係有進步，但係有啲方面又唔。呢度有喺舊年同最近嘅片段，有個男人睇住知唔知咩液體嘅樽喺3個女仔附近兜咁兜去，結果俾人捉到，佢俾人影低咗，扮到唔知發生咩事嘅，但其實大家都知嘅係想拐走嘅女仔。有個金樂唔夠15歲嘅男仔喺商場度試圖拐走一個細嘅小朋友，有個媽媽喺鏡頭前阻止咗個年紀大咗嘅女人拐走咗個仔女。有個女人喺度睇住電話嗌，因為佢個小朋友啱啱唔見咗。至於呢單2026年1月13號晚上，湖南省邵陽市街頭發生咗一宗拐帶兒童事件，嗰個人販子當場俾人捉住啦。佢跪喺度不停求饒，話自己以後都唔會再做呢啲事。佢話自己唔會再拐帶小朋友嘅。呢度有個拐帶犯俾個小朋友嘅爸爸捉到。你睇下呢度，花圃4個拐帶犯想拐小朋友，結果俾當地人圍咗。痛！你同帶個小朋友走下。而家有一種新嘅形式喺中國人之間，好多人都識，都成日講，就係話而家嘅小朋友唔淨止係一個人，而係變咗做俾人哋嘅做器官供應嘅對象。新嘅花名叫換車件，好明顯所謂車件就係指器官。細路、年青人，主要係細路仔唔見嘅、失蹤嘅。例如今年1月11號下晝大約4點40分，河南省上集鎮有個14歲男仔叫楊家豪喺學校門口失蹤嘅。跟住到1月7號朝早大約6點，2026年15歲嘅羅姓男仔都係同一個省，佢嘅返學途中失蹤嘅。1月12號朝早大約6點，13歲嘅黃姓男仔都係同一個省，佢都係返學途中失蹤嘅。跟住丹城縣有個14歲嘅徐姓女仔喺1月12號朝早6點半左右返學途中失蹤嘅。仲有呢個河南有個男仔喺舊年12月9號開始失蹤。咁喺屍體最近喺水入邊揾到，而家好多呢啲案件已經唔再係淨係因為小朋友俾人拐賣去其他地方咁簡單，佢嘅失蹤係因為俾人發現同中國其他人做器官捐贈者係相容嘅。好多呢啲案件都發生咗河南省，可惜呢個省出名多壞事，細至扒手，大至綁架，咩都有，聲譽真係差到不得了，而且都係有原因嘅，因為好多呢啲事都係佢嗰個省發生。咁所以今日重點講咗呢單案件，就係而家發生緊嘅事。有個男仔嘅一個叫新蔡縣嘅地方發生咗一單案件。呢個男仔好大機會係因為佢哋器官或者血液而俾人害死，或者至少佢就快俾人哋器官。跟住有大批家長同埋當地居民發起咗抗議，基本上包圍咗間學校。佢哋想要一個交代，想知個男仔點解會死，點解要送去醫院。而家網上對於呢個神秘結局嘅討論仲繼續緊，但係有好多審查。咁我哋一齊講下呢件事啦。好啦，呢段片就係俾大家睇到有幾多車塞咗嘅學校門口，阻住晒條路，之後連警察都攞埋，所以其實件事都幾大嘅，係咪？你喺中國社交媒體上邊揾唔到太多關於呢單案嘅資料，因為大部分內容都俾人審查嘅。事發係1月8號，河南省清華縣學校有個13歲男學生無啦啦冇死咗，屋企人仲未揾到人或者趕到現場，救護車已經想將個男仔屍體送去醫院，但係冇人阻止佢哋。而學校到而家都未有正式公布死因或者解釋死因嘅理由，仲話保安攝錄系統睇唔到。而家唯一有啲官方機構出嚟發表嘅資料就係嚟自當地教育局。咁佢話呢單案唔係刑事案件。我想問下，亦都好多人想問啦，教育局幾時變咗做警察嘅？
佢哋幾時可以出報告話案件咩狀況嘅？咁樣已經好可疑啦。之後家屬終於冇嘅屍體，但一開始佢哋係俾人阻止嘅，唔俾見個細路。由佢流出咗片同相嚟到個男仔左邊胸口有個窿，就係心臟嗰個位。雖然單靠呢點未必代表咩，不過有冇評論就話呢個係一種快速心臟保存技術，醫生會用佢注入保存液去保存器官，咁樣器官咧就可以保存耐啲，可以佢哋做心臟移植手術。據講呢個方法可以最大程度保住器官嘅新鮮度。其實我對呢種方法就唔係好了解。如果有醫學背景嘅人可以解釋下究竟係咪真係咁就好啦。但你都會見到個男仔嘴角附近有條紅色液體，好大機會係血，或者有可能係其他嘅。都講佢哋去世前一日都仲好好嘅事。而家呢張相就顯示個男仔喺死前一日先啱啱做完身體檢查，你見到佢仲笑緊添。而家最新嘅官方報告就話佢已經去世，話佢死於所謂心肌病，即係心租肌肉長期有病。如果真係好似官方報告咁講，咁即係話醫生根本唔需要打窿或者佢哋個心臟，因為個心臟本身已經有問題，功能唔好，咁點解仲要佢哋做移植呢？而家佢哋做嘅就係全面封鎖消息，甚至連入鎮嘅路都封咗。正如我之前講，你喺中國網絡上揾唔到咩細節，距離事件發生都已經幾日啦。而家發生嘅就係大家都喺度猜測真正嘅細節係點。有人話個男仔喺中國有一種好罕有嘅血型，就係 Rh。呢種血型嘅中國甚至叫做熊貓血，因為好似熊貓咁稀有，差唔多要絕種嘅。但係 Rh 血型嘅中國真係好罕有。係咁嘅，你知道，只有當你屬於 Rh 陰性血型且需要輸血嘅時候，你先至需要從 Rh 陰性血型嘅人嗰度獲得血液。而家例如呢個可能係有人密謀偷走男孩嘅血液或者器官，但除此之外，身體上冇其他外傷或者損傷。睇落咧，佢唔好似係從樓上跳落嚟嘅，亦都唔似係自殺嘅。再詳細嚟講，有個版本就話佢同人打交，結果收場唔好。但係冇辦法證明，因為學校唔肯公開監控錄像。想知道更多資料，根據我而家揾到嘅資料啦，好似係咁，個細路嘅學校出事之後，第一個打電話俾屋企人，佢係嘅表哥，即係細路個阿叔。所以阿叔即刻揸車去學校後門，想阻止嗰架假救護車帶嚟侄仔去完人民醫院。其實只係大約200米，行路都唔使5分鐘，你可以直接抱住個細路行去醫院。或者就冇行過去都得，但係唔知點解，好似一定要用救護車送咗去。有啲人就話，可能佢哋想帶個小朋友去另一間醫院，所以先會出現佢哋運送情況。亦有人話咧，呢間學校本身係由一班有錢人創辦嘅，同一班人創辦或者擁有咁多間學校，都發生過學生突然死亡嘅事件，而且全部都係男仔。呢啲都冇辦法證實，不過而家咧就有啲乜嘢細節流出嚟。更恐怖嘅係，過咗1日之後，又有另一個男仔失蹤，啱啱就係喺第一個男仔失蹤嘅隔日，而且佢係喺附近一個小鎮失蹤，距離呢間學校只係大約20-30英里。成件事真係好離譜，你可以想象下中國家長嘅心情會係點？起碼我哋嗰代成日都有人教你唔好同陌生人講嘅呢樣嘢，其實到處都一樣，但係你都會特別留意，有人想拍你個頭，我都唔知佢哋點做到啦，但係佢哋真係會咁做，拍你個頭，然後你好似即刻就會跟住咁走嘅，就係咁樣嘅人先會俾人拐走。而家佢哋話或者中共聲稱中國好安全嘅拐帶，啲咩事發生？咁但係你依然會見到佢哋嘅片，甚至而家仲多咗。而家係有啲唔知咩來歷嘅人，專門針對你個仔或者你個女，為咗佢哋嘅器官、血液或者其他原因。佢哋喺返學嘅時候，因為好多中國學生都要住校，要去隔離個鎮讀書同住嘅學校，所以你唔可以成日啲屋企睇住佢哋，特別係啲農民工父母，佢哋嘅仔女可能要同爺爺阿嫂住，或者一星期有5日要住嘅宿舍，類似咁嘅情況。所以有好多方法或者機會俾啲人對你個小朋友做壞事，所以中國人先會講到換車零件呢個概念，因為對你嚟講，或者對當局或者對想要嗰啲零件嘅人嚟講，你只係一間修車鋪。或者你就好似一個拆車場咁，嗰種感覺真係好恐怖。好啦，今日關於中國細路仔女被拐賣同綁架嘅情況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記住訂閱我哋新頻道，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對呢個話題有咩睇法。記得去睇下 David on China， 呢個就係我哋嘅 YouTube 嘅新頻道。你可以喺呢條片標題下面喺合作區揾到。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